过来关心国际消息，伫咧伊拉克有一间卖场才刚开5天，就发生火灾，目前是已经造成69个人死亡，阁有10几个人失踪。当地政府调查这意外发生原因，发现这卖场的消防设施是明显无够，所以去影响到救人的时间。 火灾现场乌索敢若塔门透出红色的火光。在伊拉克东部一间5层楼的商场发生大火，造成至少69个人死亡，11个人失踪。但是真侪尸体已经烧到臭火焦，要进一步检验才会当确定身份。بيتنا ورا الموت صاير في تقريبا من 8 هو بدا الحريق لحد 4 الصبح هي النار مشتعله. يعني الدفاع المدني ما قصروا جزاهم الله خير الجزاء. بس ما يقدرون، لا عندهم ذيك الامكانيات، لا عندهم سيارات من هاي الحديثه. 目前救援人员搁伫现场想要找到搁较侪尸体，政府嘛下令撤查这个火灾，而且宣布当地进入3天的哀悼期。目前敢若确定大火是对卖香水和化妆品的3楼开始炭，导火原因搁伫调查。不过伫火灾的时阵，真侪罹难者是受困伫关楼站无法度逃生，商场的防灾设备有明显缺失。 6 واضح لا بها دروج خارجي لا طوارئ لا عنايه كل شيء ماكو لا اطفائيه كل شيء ما بيه ولو شريف بيهم اليوم باسط هم محافظهم يذب استقاله ويطلع 另外，目击者指证讲，消防人员来到现场了后，敢若因为装备的限制，无法度处理较关楼站的火势，敢若会当伫个架楼站拍火，造成过黄金救援的司机。亲像这种惨剧，最近几年伫伊拉克已经毋是第一摆发生，当地安全规范执行是真零。伫2023年，嘛捌有结婚仪式的现场发生火灾，落尾是超过100个人无命。镜头搁转去西班牙，对17开始伫中部的一场野火嘛持续在烧。当局讲，这场野火是自然发生，目前已经有30平方公里的土地拢焚烧了。因为野火得要烧到主题区，当局已经要求居民撤离，而且出动泉水飞龙机，想要来控制火势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